世上最難溝通嘅唔係冇文化嘅人，而係被灌輸咗標準答案嘅人。活在標準裏嘅人好可怕㗎。呢種人佢活在自己嘅呢種固化嘅思維入邊，佢係無法自拔㗎。佢嘅思想被緊緊地定咗模式同觀念之中，就如一個被困在好窄嘅籠入邊嘅飛鳥，已經失去咗呢種自由翱翔嘅能力。喺呢種狀態之下，佢哋會拒絕接受新嘅觀念，包括一啲新嘅方法同新嘅挑戰。佢會一味堅守住過去嘅呢種經驗同認知，彷彿呢啲就係不可動搖嘅真理。其實呢啲都係可憐之人，因為佢哋已經失去咗呢種獨立思考嘅能力。佢已經無法分別呢種是非善惡。其實人生就如一個無終點嘅馬拉松，要不斷學習，就係呢個馬拉松為我哋提供動力同能量嘅補充啊！佢不但只係獲取知識同技能嘅一個途徑，我覺得更係塑造我哋嘅性格，提升我哋嘅素養，開拓我哋嘅事業嘅關鍵所在。